台南市最近有民众因为林荫道甲公园广场涂开砖仔无平，滑倒受伤，甚至有人手骨断去。干部局表示讲，会协助民众来申请理赔，还是国家赔偿，卖来检查维修避免意外再发生。 拆开伤口的布，大约10公分长的开刀的伤口，黄小姐受起跋倒同时，嘛是阁会惊，因为这个月只是伫公园内面小可走一个，煞造成手部骨头断去，脚甲手嘛拢有擦伤，阁带医生用3个月。那我右手可能就先下去，再来左手。那我右手的时候，我就桡骨跟耻骨就骨折，当下我就看到已经微凸出来了，脚上有踢到下面这些那个地砖这个。 黄小姐散步踢到连锁装的关节插，跋倒受伤，但其实唔赖伊，甘地点先前嘛有中者跋倒过。一些长者他是使用轮椅的状况下，也是都必须走人行道的部分。连锁砖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跟状况，比较软式的方式下去做，不是硬底的部分的话，它就会很容易有一个下陷的一个状况。 事发了后，公园虽然改善完毕，但是台南市也有真侪林荫道甲公园的步道，拢有关节擦以及破损的状况，一无细腻都有可能受伤。对此，台南市干部局表示，将会针对有安全疑虑的连锁装进行盘点检讨，并且改善。将针对有行走安全疑虑的连锁砖进行检讨并改善。经勘查后，如有改善面积较大或有改变铺面材质的需求，将编列经费向 中央单位来争取经费办理改善。干部局嘛表示，平常时拢会定期派员巡视辖区内道路以及林荫道，嘛设有24点钟道路修补通报的专线。若是接到民众通报的，嘛马上派人来抢修。记者郑宏台报道。